你要睇咩啊？我喺度思考緊舞台同呢個窿有咩關係咧？點解你成日都叫我走鎖匙頭嘅咧？唉，鎖匙頭其實就係我哋戲班裏邊一個術語，即係話一個動作咧行得出嚟咧要講求圓，好似個鎖匙個頭嗰個圓圈咁樣。嗱，好似我哋動作裏邊咧大架又有啦，水波浪常見嘅啦，尤其是大架雙紮鼓完咗之後，翻出嚟台口拉山嗰下，咪就講求個圓咯。嗱，跟住嚟到個鎖匙頭，所謂鎖匙頭就係圓嘅，嚟到呢處一個圓嘅，好似支鎖匙個頭有窿嗰個位咁，嚟到呢處就拉山，咁就行到整一個鎖匙頭，其他都有用途㗎。好啦，到嚟處呢處，將近尾聲嘅時間，開去一踢腳，通常咧一打隻腳你就車身埋去，但係如果有啲你腿功靚嘅，可以踢多下咧，就係1、2，呢個咧就係戲曲嘅靈活性，可以踢多下，可以踢少下，不過咧就唔可以唔踢，根本呢下係有嘅，點樣你都要做呢下動作，然之後先車身埋去。龍哥，